Hello，日日塔羅歡迎你呀！最近嘅你似乎下定決心唔再去加入一啲好困擾、好複雜嘅關係入面。水晶卡嘅木化石話，你要去耐心執行你呢個嘅決定啊！要耐心去對待自己，信任自己，同埋呢個改變嘅過程，保持行動去建立堅實嘅自信心。另外，水晶卡嘅金髮晶話，其實你有吸引金錢，即係豐盛嘅體質噶。相信自己都係一塊金錢嘅磁石，感恩金錢可以輕鬆湧入你嘅生命入面，去幫你完成你想要嘅夢想、你想要嘅事，同埋你想要嘅任何嘅關係。所以依家呢步嘅轉變，遠離一啲繁複困擾嘅人際關係，係一個好好嘅選擇嚟噶，記得繼續堅持落去啊！祝福你一切順利啊！